本人嘅議程前題目係推動產業升級、高質量培養建築業嘅人才。隨住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澳琴國際教育城、科技研發產業園、國際機場擴建、都市更新等大型工程陸續推進，本澳建築業正迎來新一輪嘅發展機遇，同時亦面對產業升級同埋轉型嘅新要求。近日，本人與業界進行座談，廣泛聽取業界人士同埋僱員嘅意見。業界普遍關注近年私人建築工程減少所帶嚟嘅就業壓力，同時亦面對智慧建造、綠色建築同埋區域融合發展下行業轉型升級所衍生出嚟嘅新要求同埋新挑戰。為更好把握未來嘅發展機遇，並配合特區政府正開展嘅3-5規劃編制工作，業界認為有需要加快完善以培養本地人才、推動產業升級、保障本地就業為核心嘅人才培養及制度配套，為本澳建築業長遠同埋高質量發展做好準備。為此，本人提出以下3點建議：一、善用未來大型基建同埋都市更新嘅契機，保障本地業界同埋僱員參與發展。近年私人建築工程減少，部分工友對就業前景感到憂慮，建議政府藉着3-5規劃同埋未來大型公共工程嘅契機，完善工程承判及分判制度，喺符合法律同埋市場嘅原則下，支持本地建築企業同埋本地僱員參與相關嘅工程，同時加快推動都市更新同埋樓宇維修工程，帶動中小型工程市場，從而穩定本地建築業行業嘅飯碗。二、完善建築業培訓、認證、就業銜接機制，提升本地人才實際就業嘅成效。建議政府因應未來工程嘅需求，聯同工會、院校及業界定期檢視市場嘅缺口，開辦更具針對性嘅工種培訓課程，例如電機、智慧工地管理及 BIM 技術等。同時，建立建築業人才資料庫及就業配對平台，協助企業更有效咁掌握具有專業資格嘅人力資源，強化培訓同埋就業之間嘅對接機制，提升學員嘅實際就業同埋發展機會。喺加強職安健監管同埋施工巡查工作嘅同時，持續完善安全主任及技術人員嘅實習及就業銜接機制，亦要逐步推進關鍵工種持證上崗，讓培訓真正對接行業嘅需求，讓技術工人有更清晰嘅職業發展同埋晉升嘅方向。第三，加快建築業智慧化同埋標準化轉型，協助業界提升競爭力。藉住智慧工地、人工智能監管同埋數字化管理逐步普及，建議政府牽頭，聯同業界、專業團體及高校共同制定建築業職業技能等級標準，並加快推進琴澳建築標準、技術規範同埋專業資格對接，提升本地建築技術同埋灣區接軌，為本地人才未來參與灣區建設創設優秀嘅條件。多謝。